从细你无看过阿爸、阿妹，你迄几年是酒，乃从细迄阿公吐胎的，今暝迄天迄个，等来是因来呢。来的好时刻。中国快乐吗？嗯。乃滴乃滴，乃爱了唔讲，把三年嘅人生都把有一家嘅路。睇個韓台。喊啦！ As I said before, you are dead. 阴阳眼有谈过吗？阴阳眼。唔但请唔内量的，也真有可能迄空间也迄频率无共样。 Have you heard of the Oiler District? I, Lennon Cooper, in 1944, died here in Nainlock. At the time, I didn't even know I had died. I just kept, I kept running. 後來你又買地。 I want someone to tell you. However, I believe if it wasn't for her, I would have died a lot earlier. I remember on the evening before my departure, we danced the whole night. However, I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meet that God who helped me. 阿爸是喺詹服人工作過， Really? 早就同佢講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，有個事。今年若心情唔好，吃了青豆安眠藥。吃安眠藥，吃晒了。 Different than I remember. 临死的，还做得继续死以前的事情吗？冇可能，死嘅就係死嘅，就結束嘅。其實我咩冇眼看嚟開，面對死亡，我咩唔點樣嚟面對。 你乃兄弟當時嘅緣故，也係同你談戀愛。做乜嘅地啊 Worry about you. 你同乜唔公巴？ No, I will not, you pompous pig. And you will not hurt her again. 唔講嘅人生，就是安用，愛有錢，真係成功。唔講嘅人生，無把解夢想。 I
土地。偏爱，讲到暗号他。 看那个油车驶来回来呢？那这你家两边都有盖房子，你们家就被围起来了哎。所以天境摆明就是要买我们家这块地耶。听说这一带也是天境弄的。那现在这些砂石车进去，该不会是盗废器物吧？你也管太多了吧？ 这难的做，入开始是得存一多钱啊？买看啦，无料钱都过好嘞，360万呢，唔想买地，种一多年才赚多钱啊？没关系啊，你不能回来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没啊，家里没什么事。好。这个就好可爱哦！快点长大，长胖一点，我要把你吃掉。 大家都说你是卢凯图的公主，那你觉得嘞？我像卢凯图吗？那你家人现在都住在哪？死了，像我妹。对不起，我当然希望能够把阿潘内留在身边啊。但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是一个好妈妈，我怕拖累他。那他跟着天境，你就会放心啊。 上必读嘅励志高中啊，励志，啊，高雄要见哦，系啊，我学费3万几，天强呢。系啊，不过潘兄，成绩唔好啦，那上读私立了，不可能来天津。无唔安好，那用钱，好无？家唔用钱，关多钱做乜嘅啊？啊？ 刚才要不是他跟主任讲，你现在早就被抓起来。我跟你说。哦，谢谢哦。钟庭焕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干嘛啦？好了，没关系了。要我帮忙吗？你要帮什么？演他吗？拍什么呀？里面呢，唔多词呢，多开水。东山纪之啊，少年队那个啊。我不知道，东山鸭头我知道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啦？还是要不要找阿叔叔来帮你过？我没差啦。哦，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帮你过啊。你弟弟头摆做乜嘅冇？啊？我用有名的喇叭皇后啦！紧张什么啦？啊，你还以为你真的是公主哦？ 造反！我告诉你，你没看到他们是怎么不留后路给我们的。你在干嘛？你要跟谁都没有关系，不要讨厌我就好。当你都不敢理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 你们离婚，我就一定要跟你吗？好，不要啦，很重哎。
他一百来，他也输俾行會體驗麼？如果冇媽媽誒，梗係可以做書嘅媽媽呀。双口吼，都离啊还无好诶。啊，毋过吼，大摆拢讲遐对，本年通都过去过呢，人顶无完啊。一間公司啱想睇人介紹下，就講伊唔係為了賺錢，伊係為了係在用錢，他看人的身體健康，所以呢，公司特別先呢點個點啊。完了，6對嘅血糊不要弄掉。謝謝所有鄉親的支持，我們的微笑氣球要升空了。來，我掌聲鼓勵哦，體位伸鬆嘢哦，大家辛苦你哦。我从台北来，我来这边开店，我叫于轩。从他成都人家话，哪有嘛个生意好做呢？餐馆研究的干嘛呼吁太过磨碎的时间，好也系清风，好对快帮助睡眠啊。迄风啊，我来买。真系咩戏呀？我们的这一个产品，它名称叫做失眠救星。这个失眠救星，欣赏我回来也把我的钱多。消费可以看嘛，看图片啊，你买过有天特3万1了整条，这才新闻是在同诈骗集团强用嘛？医生，我中午要面，你来坐。阿姨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，你帮我试用看看这个枕头好不好用？我们很努力在做你教我们的，店长，我觉得你很不尊重我们。好人都跟你当去了，然后呢，坏人都跟我们当。到底你觉得我应该继续卖吗？那你跟公司签的50万复合一住宅的定金，要不赶快还？你跟我说过，你想让爸爸去住电梯大楼，这个承诺要不要实现？要安尼咯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棒哦！觉得我们再画一个什么？对，像一个爱心，好棒哦！所以呢，眉开眼笑，花开富贵之后，就是心心相印。心心相印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爱心送给对方，好，送给你们旁边的人。主啊，你让我干一点，你都开枪的么管哦，不用人家都开文钱嘿。小敏，过来没？嘿啊嘿啊。阿俊啊，睇到人讲的最甜的王梨啊，来，给让我推落去。好，我。好。还有看他东西，有啊，全部有嘞哈。好，什么？多谢。